喂，大家好，翻嚟現代三國志啊！成個互聯網講中日衝突，我都唔例外啦，我都要講埋嗰份噶啦，因為我呢個諗到一個角度可以討論呢樣嘢嘅，咁都幾過癮，幾得意嘅。因為呢個日本傳媒，尤其是右翼嗰啲呢，就喺度話佢哋嘅自衛隊、海軍，尤其是嗰啲潛艇呢，就可以打敗解放軍啊！哇，咁犀利！淨係潛艇可以打敗解放軍，研究下先。即係呢個係廢話嚟㗎嚇，絕對係 bullshit，絕對係假嘅，即係唔可以嘅，不可能。咁但係呢，我就咁話，喂，廢話嚟㗎嚇，咁樣其實就冇說服力㗎嘛。我就今集想用一啲軍事常識同埋啲邏輯去解釋翻嚇點解係廢話。咁先有說服力噶嘛，啱唔啱啊？咁同埋即係諗到其他軍事嘢我都講埋啦，OK，即係喺呢個中日衝突之下，首先即係阿祖苗姨姨話台灣有事，日本都有事咁，即係呢啲嘢全世界都知噶啦，而家即係小學生都知噶啦，咁煲咗咁耐，咁同埋即係過去嗰一個禮拜中日關係就即係插谷底啦，似乎真係有機會打嘅，咁因為兩日前呢，日本就宣布計劃喺台灣百零公里之外呢，喺呢個台灣東面呢，喺個日本島呢，就擺啲導彈。咁但係咧呢度又係即係傳媒當然煲到呢樣嘢好犀利啦。咁但係呢度又係廢嘅，點解咧？因為嗰啲呢係啲防空導彈嚟。如果冇記錯呢，係呢個03式防空導彈。咁呢隻嘢呢。佢嗰個射程得嗰50公里嘅啫，即係基本上台灣呢個空域咧都到唔到嘅。OK，咁你擺喺度即係做個樣，可以即係有啲嘢講下嘅啫。OK，即係解放軍當然知道你到時擺呢啲導彈喺個島度，知道你個島喺邊㗎啦，亦都睇得到，即係衛星睇得到你嗰啲導彈喺邊嘛。幾粒東風射過嚟，咁你嗰啲即係呢啲咁渣嘅防空導彈就即係一堆碎片咯，基本上嚇，即係如果需要嘅話就可以對冧你喎。OK，今時今日咧可以話日本嗰啲軍備咧就比解放軍係落後幾條街嘅嚇。再講多次係落後幾條街。OK，右翼媒體話我哋嘅自衛隊嘅潛艇可以懟冧你福建艦同埋成個解放軍海軍嘅呢，咁樣，哇，講到咁大，即係好誇張，亦都係廢話嚟嘅。咁而家就講點解係廢話，同大家研究下。主要有兩點嘅。第一，你打仗就當然唔會淨係用海軍啦，係咪先？即係嗰啲架仔同埋右翼嗰班佬咧，就喺度，嗰班日本佬就喺度，即係點解用呢樣嘢，強調呢樣嘢咧？自衛隊嘅潛艇，因為佢哋日本自衛隊嗰啲潛艇的確係先進嘅，即係有嗰句講嗰句係有料到嘅先進嘅。成個自衛隊最勁最燦爛嘅架撐呢，可以話係佢哋嘅潛艇㗎。佢哋而家其他嘢都冇乜料到嘅，即係坦克車啊，佢哋嗰啲 F2、F15戰機啊，嗰啲唔係幾得噶啦。OK，即係比起解放軍嘅裝備嚟講啦，當然 OK。咁所以咧就特登攞呢樣嘢嚟講潛艇，因為潛艇仍然係佢哋王牌嚟嘅。咁但係你打一仗嚟就唔係淨係用海軍噶嘛，啱唔啱啊？嚇！你估你即係如果解放軍同你呢個自衛隊隻抽？係咪淨係用戰艦呢？淨係即係派遼寧艦、山東艦、福建艦、055大區係嘛？其他嘢唔用呢？咁梗係唔係啦？啱唔啱啊？解放軍大把王牌，包括鷹擊同埋東風導彈，咁梗係會用呢啲嚟射過嚟你日本啦。OK，佢講到。呢個係第一點啦，一陣間會再詳細啲講。我想快快脆講個第二點先啦。第二點就係假設for the sake of argument，假設真係純粹海軍戰呢，咁係咪贏到呢？係咪贏到解放軍呢？呢個今時今日就未必。即係如果你話20年前去翻05年、06年，甚至乎07、08年嘅時候呢，我都俾機會你打贏解放軍。我都會話
你日本仔嘅自衛隊咧，的確係有優勝嘅。咁就算你未必完全贏晒解放軍咧，解放軍當時架撐冇咁勁，會俾你打得好傷。但係今時今日咧，25年咧，同你淨係潛艇嗰方面咧，同你揮得 OK，戰艦嗰度咧就贏你9條街㗎啦。咁既然即係講到潛艇，咁同大家研究下日本同埋解放軍啲潛艇啦。OK，咁首先佢日本仔嗰啲自衛隊潛艇咧，全部都係常規嘅，大家都知點咩意思㗎啦。OK，常規就係柴油電力。OK，佢冇核動潛艇嘅，解放軍當然又有，解放軍當然有核動潛。咁所以你淨係呢度呢，即係我哋已經優勝過你啦。OK，咁但係我哋淨係講呢個比較下常規潛艇。關於常規潛艇、核動潛艇呢，如果你唔知呢，你自己做下功課啦。因為我假設你即係聽得知呢個節目呢，你都有翻少少咁上下嘅軍事知識㗎啦。OK，即係軍備嗰啲技術我就唔深入講啦，因為即係真係冇時間，同埋我當你識。咁日本有乜嘢常規潛艇呢？佢有3級嘅，佢有最先進嘅大鯨級，之後咧有蒼龍級，大家都應該聽過蒼龍級，有啲蘇瑤。咁然之後咧有親潮級，OK，咁3種級，咁又點樣呢？咁佢最先進咧就係而家大鯨級，而家有4艘，咁亦都計劃再起多4艘，總共8艘嘅。咁呢隻大鯨咧就22年3年前就開始服役嘅，咁係新嘢嚟嘅。咁呢隻嘢咧就大概即係3000噸啦，3000噸亦都具備有呢個鋰電池嘅。咁話就話即係好靜，同埋佢嗰啲聲納咧，嗰啲 sonar 咧係好先進嘅。再低一級咧就係蒼龍啦，蘇瑤啦。咁蒼龍咧就大家都應該聽過啦，因為過去嗰10幾年之後，即係經常都即係喺傳媒度，即係因為日本仔想吹到佢好勁噶嘛。大概14、15年嗰陣時咧，澳洲考慮過買蒼龍潛艇啫，但係結果就冇。咁蒼龍咧就係佢第一艘咧就係09年下水，唔係服役啊，下水就再之前啦。09年服役嘅，咁你即係諗得到啦。OK，即係佢最先進嘅大鯨咧就係22年服役，咁之後咧即係前一級咧就係蒼龍啦。咁蒼龍咧就係09年第一艘服役嘅。OK，咁你即係大概知道啊嗰度爭10幾年咁樣即係一代潛艇啦。OK，咁蒼龍咧都其實都先進嘅，都大概3000噸，有呢個 AIP。OK， 嗱 AIP 我唔解釋咯，當你識啦，即係呢啲咁嘅基本潛艇嘅架撐同埋科技，我當你識啦，我唔解釋咁多啦。亦都有呢個 lithium ion 呢個鋰電池嘅。OK，咁而家日軍呢個日本海軍即係自衛隊海軍潛艇部隊咧，主要係用蒼龍級做巡邏嘅。咁而家咧佢哋有12艘蒼龍級。咁再之前嗰一級咧就叫做親潮級。OK， 咁親潮級咧總共有9艘艦，咁但係咧好似有幾艘係已經開始即係退役㗎啦。咁呢啲咧呢個親潮咧就係98年第一艘服役嘅，咁好耐之前㗎啦。OK， 亦都做過 upgrade 嘅。OK。咁呢啲咁嘅親潮級咧，佢 upgrade 過佢哋嗰個嗰啲 sensor 啊、嗰啲聲納啊、嗰啲全部作戰系統都有升級到。咁亦都係即係而家服役緊同呢個蒼龍做大部分嘅巡邏任務嘅。OK， 佢有9艘。咁係啦，3級嘅潛艇。咁解放軍有咩啊？嗱，解放軍咧，大家唔知唔知啦，唔知道對解放軍潛艇熟唔熟悉啦？淨係講常規潛艇 ，OK？ 咁常規潛艇我哋有即係09、039啦，大家都應該知039分開好多種，
有5種嘅，即係5級啊！即係佢第一艘039A 咧係06年服役嘅，咁都即係服役咗一段時間噶啦。咁過去嗰即係10幾年咧，就有呢個039AG、039B、039B 再 upgrade 過，然之後而家最新嘅039C，所以039呢個系列咧，基本上係等於日本仔嘅蒼龍同埋大鯨級，只是話039A 同埋即係第一款啦，同埋039C 咧，基本上係好唔同噶啦，已經係093C 基本上係另外一隻艇嚟噶啦，即係嗰啲裏邊嗰啲架撐啊、設備啊嗰個 design 啊，基本上係有6、7成係不同噶啦，比起第一艘039A。咁039即係如果我哋就用039B 同 C 去比較啦，因為佢哋數量就比較多。咁同埋咧，即係而家解放軍用常規潛艇去做巡邏服任務咧，都係 B 同 C 為主噶啦。A 咧，即係仍然係即係用緊嘅，但係開始二線噶啦。咁而家成個家族咧有20隻，咁即是咧同大鯨加埋蒼龍咧差唔多嘅數量 ，size 亦都係一樣嘅，差唔多。佢039咧會重少少。咁但係點樣比較呢？其實比較呢樣嘢呢，就咁樣，我哋即係上網睇啲資料，比較啲數據啊，啲資料呢，就好難比較嘅，因為潛艇呢家嘢呢，就所有國家都會守得好密嘅，嗰啲基本關鍵嘅，你喺網上睇嗰啲呢，其實好多都有出入嘅，即係睇下你睇邊個 source 嘅啫。咁所以咧喺度話，解放軍贏晒啊！唔係呢個日本仔嘅大鯨同埋呢個蒼龍會贏啊，有優勝啊！咁樣即係無論你點樣講咧，其實都冇意思嘅，因為基本上我哋係唔知，我哋唔係 submariner 咧，我哋係唔知，就算佢哋如果真係揸潛艇，真係嗰啲 submariner 咧，佢哋都唔清楚嘅，因為唔知道對方嘅實力有幾勁啊嘛。我哋只不過可以講039B 同 C 同埋比起蒼龍同埋大鯨咧，其實係差唔多嘅啫，差唔多水位嘅啫。但係你真係作戰嘅時候咧，真正作戰嘅時候咧，加埋你訓練同埋成個系統點樣運作咧，咁就可以作出勝負啦。咁但係呢啲嘢係太多嘢係唔知道，所以唔需要講邊個會贏，邊個會輸，邊個勁啲嘅，呢啲其實就即係冇乜意思嘅嚇，因為就算有人咁樣講咧，都係吹水嘅啫，因為係冇辦法去真係了解到邊隻艇係勁啲。咁但係咧，我哋可以話，既然數量差唔多，技術水平又係差唔多，日本仔右翼媒體所講嘅一定會打贏解放軍呢，用潛艇呢，就基本上冇可能啦，因為你基本上你唔係20年前嘅解放軍海軍喎，你20年前嘅解放軍海軍嗰陣時候係冇039噶 ，OK， 039亦都叫元級啊 ，OK， 元級呢，即係元朝個元啊嚇，呢個係西方俾佢個名嚇，唔係解放軍自己嘅用嘅名嚟嘅，我哋用翻039A、B 同埋 C， 因為另外有隻039嘅039，即係就咁039咧，亦都叫做宋級啊，宋朝嗰個宋啊 ，OK， 咁呢個宋級咧，亦都係啲鬼佬俾佢嘅，我哋唔用宋級嘅，但係即係為咗容易分咧，我哋可能都會用埋即係宋級呢個字眼啦。OK， 咁宋級咧，即是原本嗰個039咧，第一艘咧就可以去翻98年噶啦，即係基本上同清朝咧係同一個級數嘅。咁所以093去到093A 去到093C 咧，同日本仔嘅清朝級去到大鯨級咧，基本上係非常之接近嘅技術水平，所以你日本仔啲潛艇咧絕對係冇優勢，因為數量同埋技術水平都係一樣。
嗱，咁呢度咧就要講多啲啦。咁如果潛艇基本上係好 close 嘅嚇，數量同埋技術水平好接近嘅，可以作出勝負嘅咧，就係睇其他架撐啦，啱唔啱啊？好似我哋嘅大區055，OK，另外嗰啲 destroyer 嗰啲驅逐艦，尤其是好大數量嘅052D，OK，嗱咁日本仔有咩啊？佢哋嗰啲 destroyer 咧，驅逐艦咧有金剛啦，OK，有4艘金剛，有 Atago，咁 Atago 咧有2艘，咁同埋佢最新嘅 Maya 咧，Maya 亦都有2艘。嗱，咁嗰隻金剛咧已經係好古老噶啦，OK，即係講緊90年代貨仔。咁佢即係近呢即係幾十年嗰2級咧就係 Atago 同埋 Maya。咁呢度總共各級有2艘，咁即係加埋4艘，OK，即係 Atago 2艘 ，Maya 2艘，加埋4艘係即係比較先進啲嘅 destroyer。比起我哋嗰啲 destroyer 有幾多艘啊？我哋嗰啲 destroyer 驅逐艦咧，你淨係055都有起碼8艘。我哋有8艘服咗役，但係而家海事有2艘起緊咧，亦都更加多。052D 有幾多艘服緊役啊？起碼30艘。OK， 你總共嘅數量嗰個 exact number 我唔記得咗，但係多嘅，好似成30艘嘅。你都聽過我哋而家嗰啲船廠係下餃子噶嘛？嗰啲嚇，咁即係唔出奇啊，30艘。咁係更加多嘅，亦都係好多艘係製造中嘅，因為嗰啲衛星係影到係製造中嘅。052D 咧，的確可以同 Agato 揮到，亦都可以同 Maya 揮到。Atago 同埋呢個 Maya 咧，你可以當係先進版嘅金剛啦。OK， 咁金剛咧就基本上係美國 Arleigh Burke 嘅戰艦嚟嘅，佢只不過係一個日本版嘅 Arleigh Burke Destroyer。OK， 大家明白啦，即係有呢個神盾系統，咁係啦，基本上係咁樣啦。都係用翻嗰啲武器 standard 同埋呢個下盤，咁所以戰艦嚟講呢，我哋係贏佢9條街嘅。我哋基本上如果淨係海戰呢，我哋係唔需要出動055嘅，我哋嗰啲咁嘅052D 已經可以搞掂佢哋嗰4艘 Atago 同埋 Maya。咁即係正話有講到。你真正打仗就唔係淨係用戰艦同潛艇噶嘛，啱唔啱啊 ？OK， 你要睇埋空軍嘅。OK， 我哋好快咁睇空軍，因為時間問題，好快咁講啊。你日本仔 F2同埋 F15嗰啲 F15咧已經係好多都飛唔到噶啦，因為舊啊，嗰個 airframe 已經係去到盡啊！大家都明白嗰個 airframe 唔可以即係不停咁用噶嘛，即係要大量維修噶嘛。但係你去到一個點咧，你基本上維修咧都係太昂貴，都費鬼事要退役嘅。OK， 日本嗰啲 F15咧就係即係嚟到呢個點啊，因為已經服役咗太耐，成30年啦。佢嗰隻咁嘅 F2 大家都應該知啦，基本上係加強版嘅。佢呢隻 F2 20年前服役嗰陣時候咧，的確係好勁嘅，的確係全亞洲區差唔多最勁嗰隻戰機嚟嘅。但係呢個係20年前嘅事，今時今日我哋嗰啲殲16、殲10C 都可以毀滅你啦，因為嗰個雷達、嗰啲電子系統同埋嗰啲導彈成套系統、成個架撐咧都係勁過你 F2 嘅。我哋當然未講殲20啦我哋嗰啲5代戰機，日本打算買大概40隻 F35，但係當然未交到貨啦。而家只係得少量，即係單位數字嘅自衛隊空軍嘅 F35嘅啫，單位數字啊，好少量。比起我哋超過100架殲20，OK。所以5代機我哋贏9條街，唔好話9條街啊，20條街啦贏。
咁第4代同埋4代半戰機，我哋嘅殲10 C、殲10係啦、殲10 C 同埋殲16咧，數量同埋技術水平咧勁過日本仔嘅 F-15同埋 F-2，咁所以空戰咧我哋係贏晒嘅，唔使講噶啦呢度。咁另外導彈嗰方面 ，OK， 解放軍嘅東風導彈王牌武器，如果同你架仔開拖咧，我哋一定會出動東風導彈，由好遠距離毀滅你啲機場、你啲基地、你啲發電廠、你啲碼頭、你啲軍工廠 ，OK。所以你嗰啲潛艇有幾先進、有幾勁、有 Q 用咩嚇？到時即係熱戰一開拖，你嗰啲機場、你嗰啲基地、你嗰啲廠、你嗰啲碼頭、你嗰啲潛艇嘅基地咧，都會受東風打擊。你會喺度猛咁接東風嘅大佬啊！另外咧，好快脆講埋而家解放軍嗰啲反潛武器啊。OK，好快咁講，因為都差唔多夠鐘啊，講咗好耐。OK 嗱，兩樣嘢啦，其實就唔止兩樣嘢嘅，因為時間問題，我就即係揀兩樣嘢嚟講啦。或者遲啲先講其他啦。嗱，你面前呢隻機咧 ，OK， 呢隻咧就係呢個雲 8Q 啊。OK， 反潛機 ，OK， 你會見到佢條尾咧就伸咗條嘢出嚟嘅嚇，有一條尾咧咁得意嘅。OK， 嗱呢條尾咧係專係測喺水下邊嗰啲電池嘅特徵啊。OK， 佢全名咧就叫做 Magnetic Anomaly Detector， 簡稱 MAD。OK， 咁你一聽個名，Magnetic Anomaly Detector， 佢係專係 detect， 即係去測一啲 magnetic anomaly 㗎啦。OK，magnetic anomaly 就係佢水底下邊一啲磁力嘅特徵，突然間，咦點解嗰度磁力有啲特徵嘅咧？好得意喎！原來係一隻潛艇。點解咧？因為潛艇佢用鐵做㗎嘛。OK， 用鐵做，凡係金屬嘅嘢咧，佢會產生啲 magnetic field，OK， 磁場。咁呢條嘢咧，呢條咁嘅 MAD 咧，就係測磁場同埋一啲 anomaly。OK，anomaly 就係個意思，就係有啲特徵啊，突然間喺個海洋嗰度有一啲電磁嘅特徵，同埋嗰啲磁場。OK，咁好大機會咧，就係人造嘅物體啦。咁水下邊人造嘅物體，咁梗係潛艇啦，唔通鯨魚咩？啱啱啊？係咪先？咁佢 detect 到之後咧，呢隻嘢咧可以話俾其他武器系統知道，或者自己抌啲武器落去海度。OK， 咁樣嘅。咁嗱呢隻咧，所以呢隻咧，如果有留意開軍事嘅咧，呢隻咁嘅雲 8X 咧，唔係雲 8Q 咧 ，OK。呢隻咁嘅雲 8Q 咧就數量咧就而家生產咗好多 ，OK， 因為的確我哋需要呢個咁嘅平台去追蹤美日嘅潛艇。咁另外咧就介紹埋呢隻啦，呢隻無人機翼龍2 ，OK， 正啦，翼龍2可以飛40小時，佢乜鬼嘢都可以打嘅。咁但係而家咧有一隻海軍版嚇，咁呢隻海軍版咧係專係做反潛任務嘅，佢亦都可以攜帶一啲類似 MAD Magnetic Anomaly Detector 嘅架撐，亦都可以帶一啲 Sonar Buoys。Sonar Buoys 咧就係抌落海裏邊嘅聲納。咁如果呢啲聲納 detect 到 submarine 咧 ，detect 到潛艇咧，呢啲數據咧就會送翻去呢隻咁嘅無人機度。咁呢隻無人機咧，佢亦都有 AI 軟件去分析呢啲數據嘅，係即時分析。OK， 用 AI 即時分析嗰啲數據。如果的確係有潛艇咧，就可以發射武器或者通知其他系統知道。其他武器系統同埋平台去跟蹤呢隻。嗱，個好處咧就係呢啲咁無人機咧可以大量生產，同埋咧可以好平咁樣去運作。因為呢啲即係去翻正話呢張圖嗱，呢隻咁嘅雲 8Q 咧，
其實好多國家都有呢類型嘅反潛飛機嘅，咁但係呢，佢個運作呢係比較貴，因為佢裏邊呢有成 team 人喺度專研究呢啲咁嘅數據嘅。而家呢，我哋最新發明呢就係呢隻無人機嚇，唔需要人，唔需要駕駛員，唔需要分析員去分析嗰啲數據，全部係電腦化咗，全部係用 AI 搞嘅。去 AI 分析，如果類似有潛艇喺某一個地方度呢，佢可以話俾其他平台，例如佢可以話俾嗰隻咁嘅 Y8Q， 咁然之後呢隻 Y8Q 咧就飛去嗰個地方度再 check 一 check， 咁如果係嘅呢，就開始跟蹤或者發射武器㗎。所以而家今時今日解放軍嗰啲反潛武器同埋系統呢，的確係非常之先進，同埋係領先啊！因為反潛無人機呢，其實係好少國家有，我唔知道美國有冇。就算有呢，只不過係概念嘅啫，係未大量生產嘅。但係我哋而家呢已經開始服役㗎啦，所以呢啲係尖端嘢嚟嘅。OK，講到呢度先，講咗好耐啦，下集再傾，拜。